港一脈相連，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，共創美好將來。早上8點，新城廣播新聞報道。早晨，現在由張秀麗報道新聞。一節國際金融行情，美股周五收跌，三大股指下挫，但係1月份累計都有升幅。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沃什接替鮑威爾擔任聯儲局主席，市場預料沃什將唔